美國500強榜單透露咩信號？一個3萬億美元超級風口正在爆煲。2025年，醫療健康領域展現出強勁勢頭。喺今屆財富500強榜單裏面，美國醫療保健行業顯示實力，營收達到3萬億美元，兼且喺頭25強企業中佔咗8席。相比之下，翻查1995年，根本冇任何醫療企業能夠上榜。值得留意嘅係，今年有間健康保險公司躋身財富500強第3位，凸顯咗老齡化背景下健康保障同服務嘅龐大市場需求。第一，陳東升同太睇到全球人口變化，預見長壽時代、長壽經濟同長壽生活方式會成為中國同世界嘅重要特徵。第二，隨住人類壽命延長，中國民眾對高質養老同醫療需求大增，泰康早就預見到呢個需求，透過10幾年創新突破，重新定義百年保險加資管模式，首創醫養康寧全生命週期無縫銜接服務體系。第三，泰康明白人才先係行業進步同企業成長嘅核心動力，開創全新職業健康財富規劃 CHWP。呢班專業人士超越傳統銷售，成為保險顧問、財富專家同健康管家，用多方位專業能力幫客戶儲備未來健康同養老資金，獲取照護服務。佢哋同客戶同埋佢哋家族建立跨代際深厚聯繫，幫手實現更長久、健康、富足的人生。喺中國呢個全球最多老人嘅國度，實會孕育出世界最大養老產業同埋一大批出色企業，而泰康終會成為引領者之一。